再接住落嚟呢，我哋不如又睇下黃金好唔好啊？OK，望一望隻金先，好啊。咁啊，開始即係上個禮拜都話啦，啲金價呢開始上翻上嚟咯喎。咁啊，呢個禮拜好似就平淡咗啲啦，都係維持緊咁上下3600幾蚊啦。咁啊，都係升多少少嘅啫。係啦，咁啊，你對於金價未來嘅走勢嚟講呢，阿 Tammy 你有咩睇法呢？又嗱，呢個落升勢好明顯，佢突破技術性嘅阻力位啦。我哋之前提過係3408蚊美金左右啦，跟住急升到去最高而家見係3674，目前呢就3650蚊附近啦。黃金嘅走勢呢，主要呢係中央銀行嘅個唔信任美元，唔信任美元資產，開始配置裏邊有個變動啦，將美國債券賣出嘅錢去轉流入去黃金，特別係中國啦。將呢啲賣出美國債務嘅錢之後呢，美國國債嘅錢之後呢，就投入翻去黃金做儲備貨幣咁樣形式咯，係啦。明白。咁技術面呢，今個禮拜始終都喺3650呢個位浮沉之間上上落落。但係我哋睇到一樣嘢就話呢，由於今個禮拜週三減息啦嘛，減息之後仲有個會後個減息嗰個鮑威爾出嚟嘅記者招待會嘛。係啦。咁所以呢，我哋睇落去呢，佢個技術性嗰個情況呢，真正個金價由於整個環球形勢呢，出現幾個危機、不確認危機，例如啦債務危機啦、美國啦、歐洲啦、日本啦。咁另外呢，美元個大幅貶值啦，從今年年初個高位好似而家回到啲10幾個 percent 啦，係咪？但係照咁個走勢底下呢，由於我成日提住啦嚇，警惕住啦，大家投資者明白就係美國貨幣政策就希望弱美元就增加出口，減少入口呢個政策啊嘛。咁所以呢，未來由於弱美元呢，黃金都有個大嘅支撐嘅。如果一廂情願嘅想法，希望呢個經歷呢個調整之下呢，有機會趁低吸納呢，仍然我哋目前都仍然向上睇嘅，即係牛市就未完嘅，應該有機會挑戰4000美金個睇法啦，中長期咁樣。OK， 好啊。咁啊，而家應該咩水位入市會比較好啲啊？如果照計嗰個調整嚟計呢，而家升幅大概升咗差唔多300零至400蚊之間呢，調整約大概1/3咁計呢，應該有機會呢。如果結合嚟講係3400至3450之間，應該就係好靚個吸納位嚟㗎啦。明白，OK。對唔住，應該係3450至3500。係3450至到3500度啦，咁啊係一個靚位嚟㗎啦，可以入得市。一個比較安全嘅位啦，係。咁啊嚟緊呢都係講美國減息嘅資訊比較多啲啦，同埋最埋身㗎啦。今個禮拜3美國時間啦，咁啊或者香港時間凌晨2點鐘咧，禮拜4咧，咁啊亦都會公佈啦。OK，咁所以嚟講呢，我相信呢，除咗入黃金之外啦，同一啲美元嘅即係叫做價值有對